日本濑户内国际艺术季在2010年1天头一摆举办，用岛来做舞台。濑户内海港本单季店期内19只岛，将293万人次。今年办的第2届也正在举行。台湾的小吃龙肉饭、米奇木、粉板，韩国有地方产业门路同重生内行嘅手工人样创作不轮海，也會代表台灣幾多濑戶內海港嘅小偷島。用美食、韓國藝術同世界交流。那个是紫花紫薯的那个果实。韓藥材黃葉병到水調度，水騰騰就釀做黃黃，也天然的黃色醃製，係要用來做一般外等式的基板。囤飯薯粉囤黃葉的水用1:3的比例落向下，병到薄的紅煮。就要慢慢的去刮它，因為它會慢慢的會開始凝固。伊係個米兒上下游新聞實習的協同料理研究員，也把要帶領台灣小吃去日本濑戶內國際藝術季參加亞洲藝術交流平台計劃。就比較可以保存，不會變質。團一對仍然用南洋發音好的布輪來比試獎，安尼作品會含卡冷、含個硬長。它本來就是一個棉布，所以它非常的軟。那我們懸吊起來之後，它就這樣會塌下來這樣子。然後所以我後來就是用上漿的方式，然後讓它每一個非常挺，有一點像紙張的感覺這樣子。然後其實需要整燙很多次，然後上漿、晾乾等等。然後經過這個工序之後，它就變得很平整。伊係楊偉林成為藝術家，一對雕出來嘅布倫海南洋裝置藝術。去到瀨戶內國際藝術季參展，講明伊楊偉林喺台灣歷史資源建立學會秘書長邱義發為帶領下，也按到什麼嘢，去同龍肉飯、米奇木、基板，將嘅手工能量，也都去品嘗，唔過該代表為的台灣嘅西方下嘅嘢東西，帶到日本瀨戶內海小偷島同世界交流。因為這是一個亞洲藝術平台，的各個國家，它要用它的這個美食來介紹自己的文化，而且要有地方特色的，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想說，什麼東西、怎麼樣的飲食是代表台灣的文化，所以也是費了一番的這個思考所以就是我們有這個郭美如女士設計出相當好的一個菜單去呈現。另外，這個楊偉林藝術家這一部分呢，也就考慮到這個布倫海，因為是這個在我們這個已經出口越來越沒落。很多中部的小工廠已經轉型，那這個工作呢，雖然還在繼續，可是就是喪失了很多工作的機會。那麼能夠怎麼樣借由藝術來轉化，來呈現這個訊息？那我們就希望把這幾件事情都用這個藝術，還有我們的餐點，加上民眾參與那因為這個藝術季最重要就是說藝術並不是這個唯一的一個這個展示的所謂的他們的一種方式，而是要透過一種民眾參與的方式，能夠讓大家理解這藝術背後的一些內涵。楊偉林團結經營門路，本單用來高油嘅工期布輪，結合也按多年來由這個發展起來嘅南洋工藝，大幫差嘅順勢無窮用來染色，團也為5000地嘅布輪染出無窮用嘅南洋變化，打造出像水珠紋樣嘅嘢布輪海。這個布輪懸吊的高度大概是在
腰部上下，当你走到那个空间，我会留一个通道，也许你会稍微碰到它这样子，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涟漪这样子。所以那个高度有时候它比较低，在你的腰这边，然后有时候你又有一种没顶的感觉。那因为它很密，所以基本上你像感觉到自己走在海里面那样子的效果。不论海龜靠咩位用家嘅地方產業嘅沒落去重生，楊偉玲希望大家面對全球化嘅世界，還係保持對家鄉嘅夢想，再過來從事洋龜地方家畜。我们去个小豆岛福田村的时候，当地的那个村民有告诉我说，因为他们当地的那个产业，传统产业就是石雕，他们也有用布轮，那他们的这个布轮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然后这些颜色其实就代表了不同的那个粗细。你单看这个，也许你没有办法想到它原来是来自这个東西。所以當這個放進去的時候，我想居民的認同或者是觀眾也比較能夠理解這個材料背後的故事。這樣代表台灣媽媽參加亞洲做下工作坊嘅郭敏儀，接見機從挑戰機態，因為8個參加國家天從開拓有代表性嘅傳統食物，教菜天然用本土食材來料理，為睇菜天然提升下來嘅發通期間自家來賣。嗰所料理項愛先有台灣味，又唔會太複雜，可考量睇菜體也都食材會按規得嚟多麼。這些食物裡面有2個套餐，一個套餐是麵線煎為主的套餐，那另外一個是滷肉飯。麵線煎是因為它是小豆島的特產，那麵線它的材質是纖維的，所以跟我們藝術家楊偉玲的作品就是有一個考量，他們2個是互相呼應的。那造型上是圓形的，就是纖維，然後圓形的，所以這個東西是跟布倫海的作品是連結的。然後滷肉飯的話是，我會想要做一個，就是說日本人都很知道說這個是台灣食物的東西，所以滷肉飯對他們來說其實印象很深刻，然後又材料取得很方便。它的素材其實很簡單，但是做起來的效果很好，然後又很開胃。可是北川富朗很妙的就是他到每個地方都用當地的農產品，用它的特色美食，讓當地的這個家庭主婦來學習，來招待外面的人，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因為當地人可以做當地的美食，外地人也需要吃飯啊，這樣的一種交流，他們稱之為交流。是一種很公平的，而且非常成功的一種社區營造的方式。我覺得這一點大概台灣可以好好的揣摩學習。然後這樣穿進去，就可以吊掛。跨國國界郭敏儀我用台灣平民美食經驗同日本小挑到幾年的距離，用料理來看發展的某個東西。跨國海洋，楊偉玲用台日兩體都已經沒落嘅工業部分，用南洋的藝術手法，期待在講洋龜地方家畜，用新的眼光來看也都判斷一切路順菜，唔過唔屬於從事的事物。